欢迎收看《台语真练灯》，愈讲愈练灯。大家好，关一边。大家好，我华视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丁。咱顶摆咧宣传，咱华视要播出美国职业棒球，咱讲到做者棒球的术语嘛，用语就对啦，棒球的用语。嘿，迄用语来睇啊，做者是为英语对，转做日语，佮转做台语，所以咱的主题就扭出来啊。哦，外来语。今仔日要来讲台语的外来语啊，外来语这个物件吼，你上知影的外来语有啥物？像我就有华语讲的混凝土 （concrete）。孔骨力哦，孔骨力啊。对，啊，你有当时咱就讲人你的头壳阿达嘛，孔骨力。哦，对啊，你演变甲你讲迄度就对啦，你讲安尼拢地混凝土，吼，啊，还有另外一项物件，就是咱电影讲的，有的查甫吼，足介意去参加迄俱乐部。俱乐部，伊本来是 club 嘛，啊，转做日语了后，佮变台语，变做俱乐部。啊，若讲到咱这个台语的外来语啊，是安尼啦。为什么咱台语的外来语会这么啊丰富？应该是讲吼，咱台湾吼，为以早到今嘛吼，有这个国家来统治过。对，为早期啊吼，为这个荷兰、西班牙、是东宁王朝，是哦，到这个。清朝、日本、中华民国，啊，再加上这个后期媒体啊，这个新闻啊，安尼炒、流行啊，吼，啊，上重要是早期吼，咱台湾是一个岛屿嘛，啊，咱台湾这个岛屿早期，即嘛是岛屿啦，因为咱岛屿咱早期拢是做一寡海洋的牧业，啊，拢甲四库练灯的地区做文化交流。你看安尼叮叮塔塔，变成讲咱台湾的这个外来语变甲足丰富的。有为英语来的，有为华语来的，印尼语嘛有。啊，当然再加上上大宗的就是日语嘛，甚至有香港的嘛，变做对啊来的，香港的哦，啊，过来咧，咱拄则有讲几啊句这个外来语的部分，说落来吼，咱透过过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。你要甲我考哦？系，咱甲你考，啊，互大家嘛，为这个考试当中来了解这个，哦，原来这拢是外来语安尼，好无？好啊，来，我来出题目哦，来，第一题吼，你来要看吼，这三个，啊，你来看这三个都一个是衬衫的意思。衬衫。好来 ，A 是这个西子，嘿，啊那 B 是西米露，C 是色度。哎呦，我想讲 B 个 C，B 是西米露嘛，嘿，西米露是西装，拄则有讲，西米露是西装，就是你咧去报在地新闻进前，你拢爱先色度一下，哦，伪装一下，伪装一下，啊，第一个就是衬衫啊，哦，啥？西子。哦，胜利过关，哦，这个西子，来第二题，好来。你来看这三个外来语，讲一个叫做火腿，在你食的三道一鸡内底拢包火腿，来 A nori，哎，这我无听过 nori。B 肉素吧，嘿，C 哈姆，哦，这就简单呀。火腿英语叫做 ham。哦，你英语霸呢吼？哎呦，拜托哎。好啦，小看你了。嘛，哎。转做日语了，就会变成哈姆，因为日本人吼，日本人伊有一寡音发袂出来，伊就变哈姆嘛。啊，佮变做台语嘛是念做哈姆。哦，所以哈姆就是火腿。这上简单啊啦，你出这题无？卖个，你都知nori是啥？nori 是啥？nori 就平常的讲法呢。是啥？海苔呀。哦，我上介意食海苔。啊，你讲唔知叫 nori？ 我都叫海苔啊，我华拢讲。好，我今仔就开始会使讲 nori。哎 nori， 好来，过来继续哦嘿。啊，肉素吧知啦。肉素吧就是里脊肉嘛。嘿，肉素吧。好，你过来第三题哦。你来看以下这三个这个外来语，都一个是衣橱的意思。哦，衣橱。细汉的，阮定定听阮阿妈咧讲。安尼哦，你先讲，你这题上简单。这题都免考。烫树。对，烫树嘛。我来免考啊。烫树。啊，你另外两个是啥？好，我本来是要互你要讲 A 烫树，啊 B 麦裤，哦麦裤，啊 C 卡棒，麦裤卡棒，
卡棒就真正是完全为日语来的嘛。啊，另外第二个你讲是啥？麦克，麦克就是麦克同款嘛是英语、日语、台语。哦，厉害哈！然后拍拍手。为什么我这么厉害？拍拍手放烟火。为什么我这么厉害？你敢知？卖伫遐笑掉啦！啊，你几地啊会晓呢？无，就是因为这本册。哦。哇，这么高，会使来摕来缀泡面无？哎呦，唔通哦，这真贵的册。哦，顶贵，宝贵的册。哎，这是一个台语教授叫做李南雄。哦，这李南雄。哎，伊所用一生的心血、心力来去写。哦，台湾外来语。外国来的台湾话，内底人哦，就讲出一个外来语，有足在你想袂到的。内底这本高的外来语，你哪台语遐侪外来语？啊，听讲伊嘛会写这个外来语，安怎来演进，安怎来变做是咱台湾的外来语。安怎来？规个过程写甲足清楚。所以大家若有兴趣，会当来要来看安尼啦吼。是啊，我感觉这本你的哦。啊，无，迄些小编的，有招我看啦。哦。哎呀，我看甲显一个。我显一个，啊，无我哪遮厉害。哦，原来你就是，你就是迄个宝典就对啦。是啦，就是这本册关的啦。哦，原来有靠山啦。是啦。另外一个特色吼，就是讲吼，伊甲外来语原来迄个发源的所在，发源地的所在，到入来台湾，伊规个发展的过程，讲甲足清楚。可见伊这个演进的过程有偌尔久，有偌尔有历史，所以咱来读这本册是足有价值。是啊，哎，安尼我嘛要今仔日录了嘛要开始来看。哎，你嘛要买一本吼？系啊，好啊，要买一本送你无？这本册偌济？哎呦，这介绍亲民，看这个角度吼，嘛是算会。啊，不过话佫当倒转来啦。无贵啦，无贵，人个是老师一世人的心血呢，足有价值的啊。是，是你去买一本，买一本咱能讲价。好，咱讲价看。啊，咱一人付一。但是咱嘛是要甲老师判定一下啦，先买一本啊。好啦，感谢老师，是，伫咱台语界甲咱奉献，然后咱会当了解这历史啊。所以咧，较欠咧吼，卤肉饭就好，莫食鸡腿。把钱捡起来买这本册，好不好？我今仔暗顿都要吃鸡腿，我是不是爱先促销？所以你的鸡腿卖。我甲你讲，我遐有迄个土豆甲肉酥，你买一碗白饭啊。你买一碗白饭，啊，我的土豆甲肉酥互你配，啊，你一工安尼洗一撮啊，洗来这本册安尼，好不好？表示咱对咱的老师的尊敬嘛，好不好？爱讲会到做会到哦，你不能随去买鸡腿哦。啊，其实吼，咱讲几个例子来讲来找真一个本册，讲就袂当食鸡腿，我讲袂得讲。鸡腿对你来讲真重要。你讲我三个呢，大家加食我吧。没有，我互你食鸡腿，话拢讲袂纯正，讲袂认真。咱拄则讲这个吼，其实有一寡这个台语啊，咱平常时讲甲真认真啊，其实伊就是外来语，咱拢唔知影。咱内底小编甲咱写。好，啥？撇啦。咱就讲盘啊嘛，但是嘛真侪老一代阿公阿嬷讲撇啦，像阮阿公阿嬷就讲摕一个撇啦内底。哎，对，撇啦。伊讲吼，伊推测讲这个词是为西方的 plate 来的，然后到印尼了，在地化变成撇啦度。啊来为南洋迄个所在，传到厦门这个所在，传到厦门了后，较搁传到台湾。哦，就变撇啦。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冰豆，你拢想袂到冰豆，四季豆，嘿，咱日常生活底下讲着冰豆啊，冰豆，伊册内底是安尼写，伊写讲吼，台湾历史上有一个做知名的马家的牧师，伊有一道转去伊的故乡加拿大了，佮转来台湾时，伊就摕一个足好食的豆仔倒来。啊，咱台湾人在地人，伊就问讲，这个豆仔是啥？啥物名？啊，迄个牧师伊就甲咱讲吼，bean，这是bean豆仔意思 ，B-E-A-N bean 豆仔意思。伫咱在地化开始传了，就变成最后变成冰豆。冰豆安尼好，是安尼来的。所以嘛有故事啦。是，伊甲规个故事、规个由来啊、来源啊，啥物。
拢讲啊真详细安尼。是啊，所以啊，咱这本册，啊，咱有兴趣的人吼，就爱紧去买，像我吼，哇，安尼慢慢啊欠吼，甲迄鸡腿子省落来吼，啊，到迄个时候买对。你无啊？你到时你就抢无啊？对啊。哎呀，所以你也是先去贷款好啊。为着这个钱去贷款，出的钱我要创啊。所以咩，所以你负担袂起嘛。这银行敢会当互我贷这个钱？所以咩，我意思就是讲，这是小钱啦，你负担袂起啦，嘿啦，负担会起啦，对啦，好啦。啊，有关外来语吼，咱以后拄着什么议题的时阵吼，咱搁加讲一寡，互大家知影。对。啊，咱顶头讲着职业棒球、美国职业棒球，啊，到即马讲外来语，啊，观众朋友，你有啥物有兴趣的主题吼，拢会当来甲阮讲，啊，咱再来讲、来探讨、来分享安尼吼。是啊，是啊，啊，后回这时间继续关注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我就想到迄个西庄头的台语叫做海角啦，海角啦，海角啦，我就想到，较早细汉定咧讲海角啦烂金金，无钱通结点心。哦，这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讲吼，家己打扮甲真水，啊无钱嘛无要紧啦，我高雅嘛无要紧啦，就是爱互家己用个水体面安尼就对啦。对啦，外表看起来有钱好。讲几个例子的意思？例子啊，是吗？讲几个例，好，大家来做参考安尼吼。你是要讲安尼吼？嘿，朋友，台语真认真伫 Podcast 嘛听会到。每礼拜甲你开讲讲世事，了解新的消息，搁听我来学台语。即马用 Google， 用 Apple， 拢会使听到阮的节目。赶紧看我每边，我林小丁，做伙来听台语真认真，互你台语愈讲愈认真，耶！